们都做功夫的人，从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服侍你，谨守遵行主的话，全心相信，尽心尽力的爱主。我们从今天的四世纪，我们可以看到主在以色列人身上的管教，其实是从他的管教当中，我们可以更深的体会到主你的爱，是爱我们爱到底的神。主是保守我们下面的课程，圣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得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可以好看得到。可以。声音可以吗？画面 OK。可以。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四世纪哈。那我们看到这个，我们都知道穆迪哈，他是这个19世纪的布道家。上帝呢呼召他去布道，他是一个很伟大、很有生命力很爱灵魂的一个布道家。那他一生带领过200万人可以信主。那神也使用他在君王还有大学的老师跟学生面前讲道。可是你们知道吗？他只有小学毕业而且他是一个自行匠。他信主之后呢，他非常勤读圣经，神就大大的使用他。我们看到神拣选人呢，不是看人的外貌，也不是看人的学历、教育背景，是要叫我们知道呢，神使用的人来做神的事情，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什么？神的灵方能成事。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小人物做大事。小人物做大事。我们经文是4世纪1到8章，我们分成3段。第一段是神的管教，1章1节到3章6节。第二段是神的拣选，3章7节到6章39节。第三段是神的方式，7章1节到8章35节。第一段神的管教呢，我们看到约书亚时候呢，以色列民呢受到迦南败坏的影响，离弃了神，拜偶像，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神就兴起了敌人来管教他们。那我们也会看这个4世纪的简介。第二段神的拣选呢，以色列在这个困苦当中呢，神兴起了有12位这个士师来拯救以色列民脱离敌人的手。第三个神的方式呢，我们看到神教基甸来攻打米甸人的策略。所以我们盼望从今天课程我们可以看到，神拣选平凡的人就是在人看不起眼的人小人物就是不重要的人。那神拣选这些平凡人呢，来完成他的重任，而且呢，神爱我们爱到底。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神会借着管教使我们回转归向他。神拣选平凡人来完成他的重任，而且神爱我们爱到底。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他会借着管教使我们回转归向他。那上天我们已经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呢，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已经完成分地了。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死后呢，他并没有什么，没有接班人，而是有这个散居在各地的12个支派他们的族长来领导那如果碰到外敌欺负的时候呢，神就会兴起这个士师那这个士师呢，就会来号召大家来一起来抵抗外面那因为这个以色列人呢，没有照这个神的吩咐除灭所有迦南人和他们的祭坛，所以他们就受到迦南这个败坏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4世纪里面呢，充满了以色列有很多混乱的事情，妥协还有败坏那虽然这个以色列这个人
呢走在神的旨意之外，而且堕落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但是我们看到神没有丢弃他们，而且他们堕落到这个深渊的时候呢，他们看到是爱的神仍然在那里用手护住他们，神没有掩面不看他们，因为我们的神也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虽然他们背逆，但是神不失信，神要借着管教呢，叫他们回头。那我们在本书里会看到一个循环，一个罪、一个恶的循环，会看到他们犯罪，受管教，就会受欺压，再来就呼求悔改，再来是拯救，这样的一个循环呢，会不断发生。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士师记的简介。那士师记的书名呢，它是士师，士师的意思呢，它原来意思就是拯救者，或者是什么审判者。那这个士师呢，它不是新的职位，在摩西的时候呢，就已经有设立。他设立士师来做什么？来判断有什么诉讼的时候。那在士师记的时候呢，这些士师呢，他们除了来做些行政管理，还有这些诉讼的判决呢，主要还有一个就是他们是军事领袖，他们可以带领着以色列人来脱离欺压他们外围的敌人。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撒母耳，虽然我们看到书上并没有写，但是呢，我们从这个犹大的经典叫塔拉木这个可以证实这个作者是撒母耳。他写作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可以从士师记17章6节，他有讲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可以知道写那个时候呢已经有王，所以他们应该是在一个王国时期。那写作的时间呢是坐落在这个扫罗为王之后，还有在这个大卫还没有攻取耶路撒冷之前。这怎么知道的呢？在这个士师记1章21节讲到，当时耶布斯人仍占据耶路撒冷，所以那个时候大卫还没有攻取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一段期间的话，大概有1043年到1004年这里。好，所以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很明显，约书亚时代跟这个士师时代他们就很像《申命记》所强调的一个信息：当他们顺服的时候呢，就蒙福；不顺服的时候呢，就会带来咒诅。所以这两个世代呢，可以出现很强烈的对比。那约书亚时代呢，他们的这些以色列子民呢，他们信靠顺服神，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带来什么得胜，还有光荣。但是士师时期呢，他们不顺服神，他们不肯信服依靠神，所以我们看他们就带来神的惩罚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到很多这个外族的欺压和压迫所以我们看到里面就常常是很多失败，还有很多黑暗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他们常常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这可以说到是士师记当时的一个很明显的光景那我们看到这个士师记的当中呢，因为人离开了神他们背离神，偏行己路，他们不愿意来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的人生呢，我们看到呢就开始什么？落入这个回圈当中同样的事情，犯罪、欺压、呼求悔改、拯救这个一再一再的发生。那这个痛苦罪的这个循环呢所以我们看到呢它这个循环是不停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在呼求神的时候呢，神就会什么？神就会拯救他们所以这个循环大概有7次而且这个循环呢它不是往上的循环它是一直什么？是一个倒退的循环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情况呢是
每况愈下啊。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管教还有拯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是公义的，因为他有罪他是会刑罚，还有神永不改变的爱。虽然以色列人呢过去对神不忠，但是我们看到神也知道呢，这会重演啊。所以当这以色列人转向他，向神悔改的时候，我们看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啊。其实我们也很像这个以色列人啊，常常在什么？常常也是做错的时候，就会说：“主啊，我下次不敢了啊，求主来赦免我。”但是我们下次什么又犯了啊？虽然如此，但是只要我们回到主的面前，向他诚心悔改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主的拯救呢，就在那里啊。那我们也来看到这个士师记啊，他为什么要记载？把这里面哈，我们就会说我们家要读圣经，我们都不需要跟他们看到士师记啊，因为里面太多可怕的事情啊，都看不出来那个神的爱啊什么这些的。但是我们看到这本书呢，要把它写下来啊。当时的情况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一个人而写，但是要让他们看见神拯救的大能啊，因为他们不听从神，遵从自己的意而行啊，所以神就在他们在这个罪当中一直失败啊，所以可是神顾念他们，跟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在他们失败当中呢，神仍然怜悯他们，要把他们拯救出来啊。那么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败坏呢，是遍地全地的哈。你看这是俄土列、以户加三家，就是南部啊，还有北部的，还有底托拉，还有中部、东部啊，还有西部，全部的呢。我们看到都败坏了啊。其实士师记大概记载了这个12个士师，加上后面在这个撒母耳、以利跟撒母总共有14位。这段时间呢，大概有350年。但是士师记并不是记载所有的士师的工作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士师呢，他不是君王啊，他不是世袭的。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支派啊，有不同的支派啊，所以他们不是同一个支派是世袭的，而且他们可能是因为那个时期呢，因为有一些需要啊，所以他们就是兴起这个士师啊。那也可能是同一个时期呢，有不同支派的士师呢来担任啊。我们看到这个3家以户呢，他们就是同一个时期的啊。但是我们看到没有一个士师呢是担任全国的领袖啊，所以他们的一个政治结构、领袖结构跟约书亚记还有后面的王国时期是都不一样的。那士师记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引言啊，讲到这里。以色列人背逆啊，他们士师兴起的原因啊，有政治性的原因，因为没有把迦南人赶出去；还有宗教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什么侍奉巴力啊。那第二部分呢，讲到这个士师时代的混乱啊，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呢神的话啊，所以变成外教。那我们看到共有12位士师啊，有7个循环啊，我们看1、2、3、4、5、6、7啊。有7次，那有的是同时期的啊，遍着全地。那第3个部分呢，我们看到是什么？士师时代混乱的结果啊。为什么会混乱呢？因为我们看到是有2个很重要的部分，一个是在宗教的混乱，一个是在什么道德上的混乱啊。那宗教上这个混乱呢，就是他们造偶像啊，而且他们没有遵照摩西的律法而行，他们还让利未人当祭司，因为利未人还可以娶妾啊。我们在后面看到，因为这个妾呢，让这个便雅悯支派呢差点灭族了啊。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部分，神的管教啊。
这个士师兴起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他们没有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啊。我们看到士师记接在约书亚记之后，那约书亚并没有把所有的这个迦南人赶出去啊，所以他死了之后呢，他要他们这些支派继续来完成这个神所托付的这个应许啊，是托付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1章1节圣经士师记说啊，约书亚死后呢，以色列就求问耶和华：我们中间呢，谁要首先来上去攻击迦南人呢？跟他们征战啊。那神告诉他们是什么？犹大啊，因为我们知道犹大是这些12支派的首领啊，所以神就先选召他作为这个先锋啊，来攻击在他领土当中呢还没有得到的、还没有赶出的这个迦南人啊，这样可以作为这个其他支派的什么榜样啊。我们看到犹大很顺服就上去了啊，我们看到神也很应许他已经把那些地的支派交在他的手上，而且呢，神会与他同在啊。果然呢，我们看到犹大啊，这个很快就把这个高山山地的这些迦南地呢赶出去了。可是我们看到19节，在19节的时候呢，他只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赶出平原的原因，因为他们有什么铁车啊？这个铁车呢，因为他们遇到这个铁车的拦阻，那犹大呢，他们没有这些先进的武器啊，他们就很害怕。可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神啊！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向神祈求，把这个铁车拦阻移走，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呢战胜这个敌人啊。所以我们可以从19节开始啊，我们可以看你的圣经，从19节开始一直到34节，每一个支派呢都没有办法赶出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的里面的迦南人啊，都跟他们什么把他们都留下来了啊，他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把迦南人赶出去啊，都把他们留下来做苦力。他们的理由呢？觉得说，他们可以留下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啊，所以他们看起来也没有那么坏，我们不会受他们影响的。但是因着他们任意妄为，没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呢，没有听从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他们去把他们赶出，他们有没有去做？有，但是他们有没有完全做到？没有啊。所以他们没有完全遵照神的顺服啊，所以这个顺服呢，不是一次性的，是要持续的顺服。他们只顺从了什么一部分啊，所以他们向敌人呢妥协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后面的这些迦南人呢，就带给他们很无穷的祸患。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呢，如果我们也碰到像这些铁车的拦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到主的面前，跪在主的面前，求主把这个巨大的铁车呢拦住拿走啊。好，我们到第2章呢，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使者呢，他在坡经给这些以色列人的警告的内容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造成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会混乱堕落的第2个原因宗教性的原因就是什么？他们侍奉巴力他们背弃神那我们看到呢，他们没有这个巴力呢，他是什么？管这个农作物丰收的。他们在拜的这些仪式当中呢，他们会把这个一些淫乱的事情放进去他们会有庙祭就是行那些可耻的事情，甚至会把小孩也来献祭所以他们的献祭里面呢是很污秽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他们没有把这个迦南人赶出去呢，所以这个环境的影响对他们来说呢是什么？很大的。我们在古代有什么
有孟3000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环境呢对我们的影响。那他们也越来越妥协那时候我们看到呢，在这个世俗的影响当中呢，这个堕落的过程往往是什么？不知不觉的。你有听过这个温水煮青蛙就像温水煮青蛙，他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就失去了警醒都不自觉。等他们发觉到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没有办法跳出来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与世界友好的时候呢，但是我们不能妥协，不能失去立场我们要一直要与世界一样。这样如果我们一直想要跟世界一样，那我们可能会吸引到一些人，但是的结果是我们会被世界拉走，而且那些不相信你的人反而觉得说，我们跟他们没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们也不用来信耶稣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以色列人没有好好来教导他们儿女来认识神我们来看第2章第7节第7节那边讲到什么呢？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敬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呢，百姓都侍奉耶和华。可是当他死后呢，我们来看第10节，当那个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之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当约书亚这一代的人过去的时候少了这些警醒守望，还有这些效法的榜样那这些以色列父母呢，就没有很认真的把神的话传下去所以他们连耶和华是神是谁都不知道，为他们做了哪些事情，他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妥协的结果。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教会我们这一代没有教导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下一代的人可能就不知道主是谁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在2章11节呢到20他告诉以色列人离弃神，让他们陷入到一个罪恶的循环好，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在11节他们犯罪的开始呢，通常我们会看到有一句经文是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侍奉巴力。当有这句话出现的话，就是罪恶循环的开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去效法拜偶像巴力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心思都混乱了。那其实他们拜巴力我们刚刚说他们在庙祭、行淫这些祭祀后面都有什么撒旦的作为撒旦用这种神力的仪式呢，来吸引人，让人家抗拒让人很难抗拒。那这种诱惑力呢，比军事的力量还大所以我们看到呢，神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呢，神就管教他们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所以他这边讲到什么？交付我们看到神就把他们交付在强迫人的手中那交付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神过去做什么？保护他们那现在呢，神把这个保护呢拿走了当他们不顺服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个保护拿走，让他们被这些外敌所欺负可是我们看到神撤走这个保护呢，他其实是要管教以色列人，希望他们在这个困难当中呢，可以回头所以主的用意是好的不是恶的。那以色列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就会呼求悔改，这个时候呢，神就会派士师来拯救他们以色列就会享受一段太平的时间好，那可是呢，等过了一阵子呢，他们又开始妥协，又开始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神就没有让这个迦南人容许他们留在里面，就是要来惩罚他们，也是要来试验以色列人的忠心，也是要教导以色列人怎样打仗。为什么这段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原则？远离神呢，乃失败的开始。远离神乃失败的开始。我们在约书亚记第6、第8章有学一个原则，顺服神带领就可以攻破我们生命中的什么耶利哥城。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呢，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耶利哥城老我就会什么又跑出来。好像我们几天太忙没有读圣经，就发觉我们原来好好的脾气又跑出来，老我又回来了。所以每天读圣经、向主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我们看到教导儿女呢也是很重要的。以色列人忘记教导儿女，就让他们儿女呢受到这个环境这些异教的引诱。所以我们父母有这个责任来教导，让我们的儿女呢来敬虔爱主。因为敬虔的信仰呢是什么？不会遗传的。当我们把它带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可以什么？不偏，到哪都不偏离主。好，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第2段，神的拣选。那以色列进入黑暗时期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40的拣选。那我们看到约书亚的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顺服的时候，神就把敌人交付在他们手上。但是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上。好，所以我们看到3章3到7节、11节。好，3章7节写的是什么？3章7节讲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看到这句话表示什么？恶的循环要开始了。所以我们可以把经文把它圈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循环又开始了。好，所以神把他们交在谁的手中呢？交给这个你所托大这古撒王利萨的手中，辛苦了8年。这时候神派了这个儿童夜，儿童夜有4个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呢，有享受了40年的平安。好，我们再看3章12节。3章12节写的是什么呢？3章12节又看到什么？以色列的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的事。所以他们什么？恶的循环又开始。所以你看到这句话，就知道是一个恶的循环开始。好，很可惜呢，这次呢，他们已经忘了他们之前有8年了，他们又开始陷入到什么？不相信神的罪中。神就兴起了摩押王。然后神派了2个士师，一个是便雅悯支派的以户。那他是左手便利，左手便利可能是说他左撇子或是右手残疾。那我们看到神就使用他把这个摩押王杀死了，然后让他们有80年的这个平静。所以我们看到以户跟3家呢，3家用了一个他们用杆流棍就把这个杀掉了600个非利士人。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名不见传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神使用他们，神与他们同在，就可以帮助他们来得胜。好，我们继续来看第4章。第4章第1节写的是什么看一下第4章第1节写的是什么？以户死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又开始了第3次的恶性循环。这次的士师是谁呢？是底波拉。他是唯一的女士师。这次发生的事情是靠近这个但的支派。那他们这个时候敌人是耶宾王下属敌人。我们知道这个约书亚当时是大胜这个北边的下属耶宾王。那耶宾呢？那这是因为以色列犯罪了，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耶宾手上。那耶宾有很强大的武器。那所以这个
神就派这个底波拉啊，所以底波拉就找了这个拉弗他利支派的巴拉啊，他说神要他去，那神也会把这个希拉啊耶利王交在他的手中。但是我们看到巴拉很惧怕啊，他要求底波拉跟他一起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拉呢，他没有什么，他没有说要神与他同去，他却要什么？底波拉给他与他同去啊。所以我们看到，因为他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呢，所以他的什么？他就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祝福跟尊荣啊。因为神已经应许他会得胜。但是他依靠人多过都要依靠神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荣耀就归到另外一个妇女叫什么雅意啊，所以神用这个把这个基顺河呢就下暴雨啊泛滥，所以让这个希拉的铁车啊都陷在泥里当中啊，所以他们就快步成军。那这个希拉这个将军呢他就逃到什么雅意家啊。西百家，他因为西百家他以为是什么？是跟他是友好的，没想到他的太太呢，雅意呢，趁他睡觉的时候就钉了一个钉子在他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底波拉和这个巴拉呢，在这个战争当中呢，就大获全胜啊。那第5章呢，我们就看到底波拉写了一个称颂神大能，还有信实。纪念这个以色列人击败了这个耶宾王的光荣胜利，同时呢，也提醒下一代的这个恩典和拯救啊。那我们来看看，我们是否也是顺服神的命令呢？这个巴拉呢，听到神的命令呢，他犹豫不决，他做了部分调整。那我们会不会像巴拉一样，把神的话打折扣？或者讨价还价，只有做我们想要做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听到神吩咐的时候呢，我们要毫不犹豫的呢出来顺服神，尽力去做啊。好，我们把第6章6章1节我们来看看6章1节又写的是什么？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什么恶事？所以新的这个罪恶循环又开始啊。这次呢，神兴起的是基甸啊，这个米甸人呢他联合亚玛力人还有东方人来欺负以色列人，他们像蝗虫一样，把他们农作物呢通通都拿走，让以色列人生活很困苦，所以他们就躲在山洞里面啊。可是他们很特别，他们是被米甸压制了7年之后呢，才呼求神啊。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呢，没有先呼求神啊。所以我们有先自己想办法。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啊，碰到困难呢，我们就自己想办法。但是我们要什么？要来学习，立刻呼求神啊。所以神就派了什么使者去找他啊。这使者称他为大能勇士，所以要让他去做，来领导他们。那神知道基甸很胆小、很害怕啊，所以他就帮助他，那也让他知道神是大能的神。那所以他也做了一些证据让他要求说那个在这个他的献祭可以一下烧尽，那神也让他做到。但是呢，神对他有一个什么要求神要求他呢要拆毁他父亲的这个巴力的祭坛，还有为耶和华呢筑一座坛啊。因为呢，我们的生命当中呢，不能有什么侍奉2个主啊，不是2者就是那个所以他很清楚知道他侍奉的是耶和华神啊，这也是他侍奉的神要使用他首先要做到的一个条件啊。但是我看到基甸有点害怕所以他就晚上去把它拆了啊。当他拆掉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知道是他的时候，还要什么治死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以色列人根本就搞不清楚谁是神啊。所以他的父亲就出来为他讲，他说如果巴力是神的话，他就应该为自己来跟这个拆毁祭坛的人来争论啊。
所以为什么基甸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力，就是要来提醒以色列人要用巴力来征战。所以我们看到呢，神的灵就降在这个米甸身上，但是他还是什么要求印证，但是我们看到神还是答应他，还要让羊毛干，要让羊毛湿，但是基甸所做的这个印证的方式呢，不是我们要效法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什么圣经神的话，有神的话来可以做凭证。那为什么神会答应他呢？因为基甸是代表整个士师时代的以色列民，所以神会对这个基甸的多次宽容，也是呢代表神对这个不幸的以色列人民呢多次宽容的表示。所以我们从这里呢可以学习到原则，神拣选软弱者，他也会建立他成为刚强的人。那我们看到圣经呢，他都没有，他是很诚实说，软弱的人他也记录，好像参孙这种寻花问柳的，他也把它记录，可是神也使用。所以基甸胆子小，信心也小，但是呢，神坚固他，帮助他，让他后来从软弱变刚强。所以我们也不要害怕，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也去来回应神，神也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我们来信靠神，收起我们的怀疑，来定睛的在主的身上，完全的来依赖主。那我们看到第三个是神的方式。那基甸大有能力的时候呢，他就号召了32000个人呢，要来去这个攻打米甸他的联军。但是神跟他讲什么？跟随你的人太多了，神要基甸知道呢，得胜不在于什么兵力，他的安全感不在乎兵力，在乎什么耶和华，所以兵力呢要削减。那怎么削减呢？害怕胆怯的呢可以离开。好，所以就走了多少人呢？走了22000人，只剩下1万个人。但是神还说太多了，就叫他们，神就说让我把他带到西边去，看他喝水的方式。有些人跪下来舔人，用像小狗一样舔水，有些人是什么？用手水涂着。好，所以这些呢用水涂着的人呢被留下来，因为他们是什么？随时这个提防敌人，是很警醒的人，也什么随机应变。所以神就用这300个人去击打敌军有多少人呢？135000，就等于一个人以色列人呢要对抗450个敌人。这是也让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来知道了，他们不能够靠自己夸口，不能夸口说他们这个是靠自己得胜，他们得胜呢是因为他们依靠神，而不是依靠人。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基甸一直非常胆小害怕，神就透过他去带他去这个米甸的居民呢，透过一个人这个大麦饼呢，就滚入这个米甸的营中，就可以把让这个帐篷撞倒。基甸听了什么？信心大增，所以他就带了300个人去把他围起来。到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他在晚上的时候，他就吹角把这个瓶打破，然后大声吼叫，结果这些米甸那些就惊慌失措，扑向来上，所以他就大败全胜。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方式跟在攻打耶利哥城其实很像，但是我们看到呢，虽然时代不同，但是我们看到神的能力没有改变。这2次征战呢，都是什么？神为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是有限的，但是我们的神是全能的。再大的军队呢，也没有办法胜过神这位大战士。只要有神同在，没有胜不过的困难，打不过的敌人。
好，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学习到第3个原则：小人物呢，加上全能的上帝怎么样，就没有胜不过的困难。好，小人物加上全能的上帝，就没有胜不过的困难。我们看到自己力量很小，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和有限。那神给我们工作好像很任务好大，我们看自己的话，我们根本就什么做不下去。好，我们看到我们的困难很大，看到家人还没有信主，看到孩子不听话，看到经济上有很多问题。但是神说什么？加上他，好，我们把主加上去呢，因为就没有胜不过的困难啊，因为在神岂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所做的是合神心意的话呢，神会与我们同在，带我们平安度过啊。无论是在工作、家庭或者人际关系上面，对神来说，没有一件问题呢是太难的。好，虽然我们看到基甸为主做大事，可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呢，晚节不保啊，他让这个做了一个以弗得，让以色列人灵性堕落，而且呢，他也在他没有看中他的婚姻，娶了非常多的妾。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他基甸呢，他在这个晚年也是什么每下愈况啊。我说我们从今天课程可以看到呢，神使用这些小人物，这些平凡的人工作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呢只看我们自己的软弱，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靠着神，神会帮助我们生命改变，刚强起来。小人物加上全能的上帝的时候呢，就没有胜不过的困难啊。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来完全的顺服神，对神的话语呢不打折扣啊。不论什么情况过去呢，现在未来我们都要怎么紧紧的抓住神，不受环境影响，不受世界罪恶的引诱，远离神。好，我们来为主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看到小人物也可以做大事。主要我们都是软弱的啊，常常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来承担一些服事或者是一些事情，但是说让我们更定睛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的主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全能的神，在你岂有难成的事情呢？主要让我们碰到各样的困难或者服事当中任何困难的时候呢，主我们把主放在我们跟困难的之间让我们先看到主，让我们把这些困难交在主身上。我们加上主的时候呢，主我们就大有能力。那这些困难呢，靠着主，我们就可以胜过了主要谢谢你用这么多的实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靠着主来胜过。主要让我们在学习顺服的当中呢，主要让我们是全心全意的顺服，让我们遵行主的话不是靠自己的意思，不要像这些士师时代的人，个人任意妄行所以我们回到主的话，主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要打折扣，让自己来做让我们可以真实来经历到主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的成全我们来做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会更丰盛、更喜乐、更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每天与我们同在，每天都有亲近主的时间，把主的话藏在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每天都来经历到主也是信实怜悯的神保守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课程就讲到一些好，我们下周见。好，谢谢金老师。客气。